6月3號，南韓舉行地方選舉，選出16個廣域行政區首長以及地方議會議員。不過投票日嘅當日，全國14300個票站之中，有50個票站出現選票不足，其中22個票站一度要暫停投票。首爾松坡區、江南區、廣津區等地區，選民要攞號碼票，等候新選票送到，部分票站甚至延長投票到夜晚10點。選舉管理委員會解釋，因為近年提前投票率持續上升，今次只印製全體選民一半嘅選票，但最終投票率高達1/6，創歷來第2高，導致票站嚴重唔夠選票。委員長盧泰岳為此公開致歉，並引咎辭職。唔夠選票，消息傳出之後，民眾聚集喺首爾蠶室票站外示威，高喊停止計票、選舉無效、解散選管會。票箱一度無法運送到點票中心，警方最終突破封鎖，運走票箱。期間有年長示威者被抬走，引起社會廣泛關注。6月5號晚，首爾奧林匹克公園點票中心外有超過6000人集會，要求重選。大學生會亦紛紛發聲，批評選舉公正性，要求徹查。到咗6月6號，有約2000人喺場館外示威，要求宣布選舉無效並重新投票。韓國輿論出現咗多項指控，有人聲稱投票率高達130個百分點，甚至有閉路電視片段顯示票站人員猜假票入票箱，或者將選票丟棄。亦有人質疑外籍選民比例過高，甚至現場有警察蒙面執法。不過主流媒體又報道另一番說法，事實上今次投票率係6/1，並非130個百分點。佢哋指片段中被丟棄嘅紙張，實際上係投票通知書而唔係選票。至於外籍選民，雖然人數創新高，但只佔總選民大約0.34個百分點。直至呢一刻，兩邊都各有各說法，未有最終定論。事件迅速演變成政治角力，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同極右支持者主導示威，要求停止點票同重選。黨首張東赫更加提出成立特別檢察官調查，並改革選管會。執政黨共同民主黨雖然贏得16個廣域行政區首長席位入面嘅12席，但未能奪下首爾市長。首爾市長由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吳世勳成功連任。政府方面，總理金文錫亦表示，應該透過國會或者獨立檢察官調查，查明選票短缺原因。事件令兩黨領袖都受創，黨內質疑聲音增加，但暫時未有人願意負責而下台。韓國地方選舉唔夠選票風波，揭示咗選舉管理失誤，亦加深社會對選舉公正性嘅不信任。雖然部分舞弊指控已經澄清，但民眾示威同政治角力仍然持續。事件最終會唔會導致重選，暫時未有最終嘅定案。